韓國天團 BigBang 喺10月23號起喺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1連3日嘅演唱會。其實佢哋早喺10月22號已經抵港，一落機佢哋立即分頭行事，各自喺香港覓食。成員 Top 當晚就俾我哋影到撇甩其他隊員，自己一個前往中環同友人犯罪。同台仲有一名年輕靚女同佢同坐。一身全黑打扮嘅 Top 食飽飽之後行出餐廳門外，諗住靜雞雞點煙上電，點知就發現有記者，佢即時好尷尬咁收起支煙，並戴翻口罩遮樣力保形象。而在旁嘅工作人員大為緊張，立刻上前用手遮擋鏡頭。Top 更趁混亂期間急急上車翻去位於金鐘嘅酒店休息。另一邊上，成員 G-Dragon 同勝利當晚就去到藝人林夏薇嘅點心火鍋店醫肚，期間兩人仲同老闆娘頭貼頭大玩自拍。其後林夏薇亦喺微博帶晒戰利品。大約11點半 ，GD 步出飯店，現場近半百粉絲喺場外一擁而上，場面非常混亂。在場保安人員見到立即捉起人牆護駕，並出動遮陣為 GD 擋駕。10月23號一朝早 ，BigBang 乘坐私人遊艇出發去澳門準備開 show。成員太陽、GD、勝利分別喺網上帶晒5指搭遊艇期間嘅花絮照，睇見都覺得佢哋疏乎啊！